咱那个对头不要紧啦，好是可惜伫这20年的中间，变保较侪搬去别位探食，拢互即个书我就毋知影伊的声调要安怎读，拢细是线，四段，所以讲是本来应该是本调应该是第3调，好，我来记得。对，四线较侪了解啊，原来是迄个四线，了解意思。好，边坡社好，边坡社有所在，村无几人。了解。对安尼拜堂哪少？今仔日村无几间。总是汉人的性价哪加天。OK，安尼了解。这段敢要来读一遍？拄则讲即个到点吼，我拢读个到点吼。点好，到点。我看嘛，但是到点。到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顾到，我就读个到点安尼吼，毋是到点。但是伊是写到点，所以这是 Marino 后来，因为到点这物件是足后来的代志啊，迄是较早拢读古文是无这种物件嘛，所以是应该是20世纪才有这种物件。嘛是。好，后来我来甲这段读一下吼。我有写嘛吼 ，OK， 好。可惜伫这20年的中间，变保较侪搬去别位探食，拢四线较侪，变保社有所在，剩无几人。对安尼拜堂若少，今仔日剩无几间，总是汉人的性价若加天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部分。宜兴馆，宜兴馆，这要讲另外一个主题啊吼，这要讲另外一个主题。拄则声音敢若有断去？对。最起码你敢听会到？有听到。我真紧张，讲是我的网络阁有问题。所以讲你拄则讲到啥物？我讲即马佫改一个主题啦，已经是宜兴馆。好，宜兴馆对，宜兴馆。头前迄个主题是你讲都有偌侪间，是说教的教会伫遐。好，即马讲到宜兴馆。好，该无书到台湾无几月日，就常常创约帮赞看病人。迄个创我来找一个创约，创敢是创吼，迄个 make 创敢是伫即本内底定来用即个创好创，甲迄个创作敢是共款的。对，就是创作迄个创。创啥物？迄个创。对。创药啊！所以讲若是创药啊，办药啊，嘛是个创，会使讲是创药啊。对。好，我来记一个创就是应该是定咧用啊，毋过就这样就无用这个。我虽然已经定咧用啦，即嘛人较袂晓用。是创。好，来创。因为阮较早细汉的时阵，阮所会晓的即个词类嘛是足有限嘛。是。阮袂晓讲，阮可能袂晓讲制作，阮袂晓讲即种，阮敢若会晓讲创。了解。创好，常创药帮赞看病人。迄时将伊的厝做医院，敢就是病院的意思。医院
嘿，好。患者不知罪，对远远的所在来，有诶行5、6步路，若是患者哪做就另外设一间厝来做医馆，也请行年诶外国医生 Dr. Ringer 来到打点病人，迄个打点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打点，敢是照顾的意思？打点。咱头前我先看嘛，请行你，这行你什么意思？行你嘛毋知影行是啥物？行敢是，而且是大写呢？行，唔知伊讲是哦上店，行你。你敢是伫前开头诶讲着该无书拄到位诶时阵是住伫啥物行诶所在？敢有印象？可能可能是，嘿，迄个打点，打点，打点。哦，伊讲是大膏药来医治，啊是外国医生嘛会知影大膏药。打点哦，伊讲嘛有讲是治疗的意思，伫 Embry 大英书店，嘿，打点，嘿啊，即个较合理，哦，治疗。你看的汉字是到底是什么啊？你写看不介有好，打碟，啊，毋过就是打碟，伊用迄个汉字，就是较会使理解是大膏药、大药啊的意思。嘿，啊，即嘛是好。好，继续读。好，继续等一下哦，我来看。跳过两张图。好，医生来到打点病人，好，跳过图，好，马街医院加淡水加医嘿馆。嘿，是哦，看起来迄个建筑不止啊好看，大间的看，嘿啊，行外国人不知赞成一个事，算年嫁父金嫁父金来帮赞，嫁父金，嫁父金来帮赞，头一年有嫁父272块银，医院开了，就是伫173年头一月，伫230个患者来看病，全年有593个新，为什么讲新？500，所以头前是新，后前是新，后壁是旧。了解新的甲旧的患者，了解。好，全年有593个新甲535个旧的患者，哈，总算是了解意思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来，医生馆，假如输到台湾无几个日，就常常创药帮站破病人，迄时将伊的厝做医院。患者不止多，对远远的所在来，有会行5、6步路。若是患者哪多，就另外设一间厝来做医馆。也请
行年的外国医生 Dr. Ringer 来到打碟，打碟病人。行年的外国人不及赞成这个事，煞年年寄付金来帮赞。头一年有寄付272元，医院开了，就是伫173年头一月有130个患者来看病。全年有593个新甲535个旧的患者。好，嗯，继续吼。嘿，好，来，好，后一段好 ，Ringer 医生每日来看病，对该无事到台湾到188块。这个医生真骨力医病，对188医病，因骨力医病哦对，爱变调是好，真骨力医病，对188块到1886是倒一个写调186， 188八写好186，我记一个好啊，毋过逐摆拢 LIOK 第8条吼，对，好记一个好186，Johnson 应该是Johansson 嘿，Johansson 医生也是真热心伫医馆的事，每日欢喜来到帮赞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 ，Ringer 医生每日来看病，对该无事到台湾到188块。这个医生真骨力医病，对188块到186。约翰森医生也是真热心伫医馆的事，每日欢喜来到帮赞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第188块，一个热心的富人伫美国寄付哇，寄付6000块元，哇，美金的6000块美金，这可能真正是好野人，哇，这个嘿啊，哇塞，好。我看嘛，6000块元，迄当阵6000块，咱算19世纪的6000块呢。系啊，咱算通货膨胀，咱个算差不多。是真应该会使 Google 看卖吼，1000倍应该伤多呗。系啊，我看 US dollar in 19th century， 来看卖。10万。嘿。我看卖吼，要安怎讲？有一个网站啊，毋过是188块吼，我来看卖敢有 start year amount 188块呢，来看卖 calculate。So 我传迄个，我拄则找着迄个网站，互你伫迄个老微信段啊，互你看卖。嘿，传迄个好。伊讲有一个算$1 in 1880 is worth $29 today， so 差不多有接近30倍哦，30倍，系啊，算20块好啦，所以讲6000 multiplied with 29，是今仔日的174000块，无到100万遐尼久，啊，毋过也是，系啊，这17万、18万、18万，哦，真正是好野人呢。18万，那以即马来看，其实无介多，18万无甲一间厝。是，
系啊，对啦对。当你好嘢人才有法度啦吼，你平常人你家己一间厝都贷款都拿袂了，安尼讲个去迄个年借代要付买6000箍。厝应该是较好买。对，所以我咧想讲6000箍伫迄当阵，其实买一间厝应该有够。有够嘿啊，对嘿啊，凡事嘛是爱看是买伫倒一个所在，对大城对对，加市应该是无法度，啊，毋过若是庄我认卡为应该有。嘿，有法度买一个庄卡的厝，是哇，好，真厉害。对，啊嘿186，我不，拄则是哦，富人嫁户6000，迄个6000，6000箍， 6000箍是嘿， 6000箍，啊，即摆6000佫变成箍元6000箍元，嘿， ，6000箍元，哇塞，好，6000箍元，爱要起一间医馆伫淡水，啊，伫淡水应该是有够啊，好，嘿，会使哦，无怪拄则迄个相片伫图吼，迄个医嘿，馆足大间，因嘿，为有6000箍美金。好，伫淡水来献念伊的丈夫啊，伊的丈夫，丈夫啊，丈夫这应该是第7条，也是第5条，好，应该是第知影是7条啦，丈夫好，吼，丈夫，好，丈啊，迄夫，个是迄个献献念，念什么意思啊？献念，纪念我知啦，献念什么意思？知影嘿啊，来查看觅献念。第二点无来找第二，找第完二看觅全无啦，就是毋是个太薄去啊。但是啊，敢是笑脸啦，应该哦，对啦是对啦对啦，少年啦，嘿，我咧看无，加 N 差遮侪。好，嘿，等下我来记一个，应该是 SIOU 第三声。好 SIAU 啦， ，SIAU 对，应该是嘿，AU，毋是 OU，是伫笑脸伊的丈夫。嘿，好，了解啊，好野人就是安尼，嘿。是好，这段对你感觉来这你看开始咧？吼，因一直其实较深嘛吼，我知影伫美国即个教会嘛，佮变啦，因叫做安怎讲就是 mission 就对啦吼，对，嘿，因为是因为这种做法是照新约圣经，那是对一本福音书袂记吼，可能是约翰福音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迄个耶稣基督安尼交代讲，恁着爱去万邦万国去传哦，这个福嘿，音安尼。哦，所以是因即个基督教会吼，新约的，我是讲新教的，啊，旧教嘛是有啊，天主教嘛是安尼做吼，因拢会去国外去做宣教的即种事工，是，嘿，一直到即嘛是安尼吼。嘿啊，我佫会记得我伫个某一间，我袂记得一间教会吼，佫看到因佫有譬如讲伊宣教，伊会搭一张迄个国家的国旗，我伫遐看到哦，是，中华民国的国旗伫遐安尼，就是因哦，好，伫遐去做即个宣教事工安尼。啊，是，当然即嘛一般是较袂去好野所在，因拢是去迄个较散遮的国家，一些非洲啦吼，较去做即个宣教即个事工。mission 的迄个，mission 啊，因吼，譬如讲，嗯，我迄当阵伫即只即个台湾即个，其实阮就是台湾教会甲华语教会吼，因嘛有支持一寡即个一寡 mission 去伫个，譬如讲伫我知影迄当阵支持去迄个科基斯坦，哦，是，啊，科基斯坦其实是回教国家，但是因都有一个人去遐要宣教，所以因就甲支持安尼。啊，非洲嘛有吼。啊，迄寡人可能因为即摆方便嘛吼，可能着做2、3年着做飞机去转来，啊啊，介绍讲伊伫遐做事工，啊伊会翕一寡相片啦、影片啊，吼放互阮看安尼。啊，当然嘛是买来募款啦，对啦吼，就是2、3年来遮募一大款，啊，个譬如讲伊要去起啥物教室，啥有诶无诶安尼。嘿，是，嘿，啊，就是相款嘛吼，伫1880年，马介博士就是来台湾做即个宣教事工啊。当然，迄当阵要转是绝无遐方便啦吼，因可能拢写批靠写批吼，写批伊会介绍讲啊，我伫遮
做事工是嘛是安怎吼？我一年比如讲一年信教偌侪人，啊行洗礼受洗礼偌侪人安尼，伊拢会做这种交代吼。是啊，安尼就认伫真诶，荷兰时代，因就安尼写这种报告，等于交代讲我伫即个台湾宣教诶时阵，当然迄人叫佛摩萨吼，宣教一寡，所以迄个荷兰时代因留落来，后来甘威林牧师都甲迄个荷兰文佮翻做英文，所以甘威林有出一版什么荷兰时代伫台湾宣教即种记录，伊是英文版的嘛，因为甘威林甲翻做英文版，所以你若去看会着。1624年的时阵，基督教会伫台湾宣教迄个成绩，伊个就是报告就对啦。啊，你会当看到讲，迄当伫即个台南，当然是台南遮啦吼，因为是希拉雅迄个平埔族，偌侪人受洗咧，偌侪人已经会晓写字，偌侪囡仔吼，今年偌侪囡仔读书啊，伊安怎读？足趣味诶！我迄当看迄本书，我感觉足趣味诶。你有兴趣去出来看？好，歹势讲遮远去啦，讲这吼。我念过啊未？哦，我来，我读了第180，歹势，是毋是搁转去啊？应该是搁转去啊。我 stop share。Hello，你敢捌听着？Hello，我听着，拄则网络相当，搁转甲定连拄则搁转去。好，不要紧，我知影你转去，啊，所以我拄则有拄则着听迄个，有听到你讲迄本册，讲了。对，甘威林牧师诶是迄本书，迄个荷兰文，嘿。伊就是伊啥物？我即嘛是写知名讲袂，我本来搁想要甲迄个英文版翻做中文版，但是我翻到一半尔，无甲一半啦，所以讲伊要无人翻哦，迄本册无人翻，无已经翻。应该即嘛可能有啊啦，因为即嘛你知即嘛翻诶人足侪啊，即嘛可能有啊吼。我毋知，但是你会当去做看。好，了解。甘威林牧师翻诶啦吼，应该是讲对了，甘威林牧师伊对荷兰文翻做英文吼。好，我来找看卖。嘿，我即段我甲读一遍，咱今仔日到这结束吼。伫180项，一个热心的富人伫美国寄付6000块银，爱要起一间医馆伫淡水来孝念伊的丈夫。好来，我甲咱记录一下吼。今仔读到第51页。51页。好。好啦，安尼读到遮，我甲停落吼。好。share。W